你没事吧？南宫琉璃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我看你不小心跌倒，好心问你一下。明明就是你把我绊倒的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南宫助理那么好人，怎么会把你绊倒呢？就是啊，你自己跌倒还要赖人家南宫助理。南宫，算了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对啊，赶紧走吧。走吧。你干什么冤枉我？谁冤枉你了？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陈主管，南宫助理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，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，看你们15楼的卫生间打扫的不干净，副总挺生气的，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。如果再不干净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扣你们清洁部的奖金了。我这就顺路过来提醒你一下。南宫助理，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呀，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南宫助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派人去打扫，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。哎，是，我们一人负责1层楼，工作量可大了呢。哎，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，那你让他去打扫啊？哦，新来了，我让他打扫大厅了，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。行，那我呀这就让他去打扫去。你看，我这特意来告诉你，如果顾总知道，那肯定不高兴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！南宫助理，你放100个心，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，我领你的人情，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，你放心啊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也继续忙啊！哎，南宫助理，您慢走啊。新来的，又在偷懒呢。哎，那个去把15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！主管，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？怎么？那推3阻4啊？啊？不是。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员工，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呀！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，就办不到了。我不是这个。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再说了，小希啊，我呀，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
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，也比别人呢升职的快，是吧？那个主管，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，就应该是主管了吧？您的意思是说，准备培养我？小希，你工作第一天，野心可不小啊！啊，不是您刚才说什么升职空间大什么的？升到主管，你做梦去吧！本主管的实力，那是你能比的吗？工作去吧。啊，步伐带快，利索点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小希，饭盒。吃的比我还好呢。接电话呀？真生我气了。顾总，有事？我就是想谢谢您。那天在公司，我还以为我待不久了，没想到。谢谢顾总您赏识我，如果方便，我想请您吃个饭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光？南宫，我提拔你，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，办事效率快，是一个公司可以培养的员工。你不用特地的感谢我，只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。那顾总，您是不肯赏这个光了？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
回来了。锦溪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？哎，他人呢？锦溪没回来。没有啊，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奇怪，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们没吵架。你这个混小子，是你跟他吵架了吧？你们早晨出去的时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们没吵架。我激什么动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让他当了一下清洁工，体验了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什么？你让他当清洁工啊？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总裁的夫人，他不生气才怪呢！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当他面啊，你要跟他承认错误。行了，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去找他还不行吗？你快点去，快点去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回来他，你也不要回来。哎呦，您这孩子把我气死了！你说他让锦溪干什么清洁工啊？你看看，本来两个人好好的。哎呦，您先别着急，少爷一定会把少夫人找回来的啊！也不知道锦溪啊现在怎么样了，这孩子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把钱拿来，我要打牌去。这是给孩子的学费。挣什么学你？学费这是什么？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这都娶了你。爸爸，不要让爸爸。你谁？你谁？快小黑屋去！滚！放开他！滚！放开他！你滚！你滚！把钱拿来！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个贺锦溪，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？怎么这么小气？难道想离家出走啊？清洁工？哎。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。谁啊？这么讨厌啊？不要保险啊！我是顾西城。是顾总啊！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溪的？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？对。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？我没让他干什么呀，我就让他打扫厕所。什么？卫生间？我告诉你，程莎莎，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。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
锦溪，锦溪，你醒醒，锦溪，锦溪！也不知道贺锦熙现在怎么样了。和我斗，这就是个开始。锦溪怎么样了？少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而引起了昏厥。我已经给她吃了一些镇定的药物，醒来应该就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。平时啊，多给她吃一些安神补脑、镇定心神的食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只要她没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刚才看到她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老方啊，赶紧送沈医生。是，谢谢了，沈医生。沈医生请。慢走啊。锦溪，锦溪，你醒了。顾西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天哪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傻瓜，你没事就好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做清洁工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扶你起来。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其实今天的事情不怪你，都怪我自己太大意了，不小心把门给反锁了。我得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自责了。医生刚走，他说你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受到了惊吓，多休息几天。这几天你哪儿都别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不用休息啊，我明天就可以去公司上班啊，挺好的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万一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会啦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没关系，虽然呢工作辛苦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这几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工作，也不能再做清洁工了。要不你做我的助理吧？我才不要呢！前一天还是清洁工，第二天变成了总裁助理，别人不知道在背后说些什么东西呢。我可不准备变成那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做清洁工挺好的呀，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？好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那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助理叫南宫琉璃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接近你？贺锦熙为什么不让我接近南宫琉璃？难道莫非他吃醋了？喂，顾西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有啊。行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赶紧休息。我的猫呢？在这儿呢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谢谢谢谢。
看来上次没有让贺锦熙得到教训啊，还这么有精神。哼！可是他现在还是个清洁工，这是不是说明顾西城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？你说什么？你让你老婆当清洁工？哎呀，本来我就想逗逗她，可谁想到这样。不过，我已经向她道歉了。我没听错吧，顾西城？你给一个女人道歉呢？啊？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道个歉又怎么了？那现在怎么样了呀？现在我不让她来上班，她说她在家里无聊，非要过来。那你给人家安排一个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不同意呀。他不同意？我的天哪，他有洁癖吗？当清洁工上瘾是吧？他说他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想体验一下普通人工作的乐趣，还不让我暴露他的身份。哼，那你同意了吗？那不然呢？喂，上阵，都听见了吗？没错，顾西城被一个女人拿住了，他对那个女人唯命是从。顾总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想不到南宫能力还挺强的嘛，说来给我听听。来，顾总您看。对对对。9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形象的改观，我想一定会有新的东西。还挺在意。啊？什么？哦，我说你的报告做得挺合我意的，不错，我自己看一看。你先忙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看，我先去忙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他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他去劝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哎，顾少，小嫂子呢？约人逛街去了。真的是逛街吗？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偷男人了？偷你妹！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。你说哪个男人会比我有钱，比我帅？这倒是真的，只要他不傻，他就不会放弃你这条大鱼去捡小虾米。长真，你发现没有？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现在不是小嫂子缠着他啦，是他对小嫂子动真情喽。是这种情况吗？哦，说来我听听。我跟你讲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在你车上？不要，我要在口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忘记了是怎么了？给你把这事闪来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
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先坐吧。好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？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？你是他妻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她，请她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她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城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。我的天哪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好啊。作为一个老板，怎么能不参加员工的生日聚会呢？我一定去。那好，顾总，那明天见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总裁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干活太不小心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那明天见，不要迟到哦。明天见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你明天晚上是不是要去参加那个南宫琉璃的生日会啊？哦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人家已经邀请我了，我作为老板，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吧？啊？必须要去。我都答应人家了，不去不好吧？顾西城，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吗？贺锦熙，你这算是在吃醋吗？哼，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，大脸猫！西城啊，我怎么看着锦溪这些天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是不是关心她一下？奶奶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心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好了。
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？嗨，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您就别管了。小情趣，哼，你浪漫的很呢你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，过2天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，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奶奶就不管了。不过做什么啊，都得有个度啊，过了这个度啊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南宫琉璃，什么事儿啊？顾西城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有点道德好不好？破坏别人感情？破坏谁的感情啊？啊，你们俩呀？你们俩有感情吗？贺锦熙，你心里最明白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，还不就是因为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？哎，你回家是不是天天把那条狗供起来呀？你说话注意点啊！你这么做不会好结果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会不会后悔？你说的可不算。只要顾西城愿意，你贺锦熙又算什么呀？顾西城。来啦，顾总，你来啦，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好。喂？啊？忽然间加班？那好吧，那行，快点啊，等你。顾总，谢谢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朋友忽然间说要加班，估计要晚一点过来了，太不靠谱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别啊，顾总，您看，我好不容易把您请过来，他们都说了，让咱们先吃，不用等他们。这样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了？当然合适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儿等他们。哎，不用，你看我菜都准备好了，就差出锅了。要不咱们先吃吧。顾总，顾总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那个南宫琉璃一看就没安好心，顾西城还要去参加他的生日会，想什么呢？太过分了！哇！
很丰盛啊。南宫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个美丽的日子。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颜色。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，干杯！谢谢顾总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哼哼，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！ 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，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啊？琉璃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方便？啊，琉璃，这位是？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呢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
倒着看书，厉害了。我洗澡了。回家洗澡，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。醒啦，醒了就走吧。琉璃，昨天顾西城的酒里边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我下药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告诉他啊。嫁个有钱人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顾西城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知道我嫁给他那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，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琉璃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勾引顾西城，甚至为了他，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别跟我提孩子。琉璃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了解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自己看。谁干的？是不是贺锦熙？奶奶早。哎，早。我们上班去了。哎，奶奶，我们走啦。嗯，去吧。把衣服穿上。好。奶奶，拜拜。方叔早。好好。上班啊。方叔早。哎。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放心啦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嗯，您喝茶。哎。进。顾总，这是常副总让我给您的报告。哦，放这儿吧。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
那行，顾总，那我先出去，您有事叫我。嗯，去吧。喂，商震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老婆呀？她呀，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好，我问问她。不接电话，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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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锦溪，锦溪，你没事吧？顾总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锦溪，你醒醒！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顾少，请放心，病人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？病人脑部受过撞击，受了伤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。不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，顾少不要担心，他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脑震荡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？哦，它只是轻微的，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。行，谢谢您，张医生。您不要客气，我们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出去了。刚到公司你就状况百出，真是够蠢的。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接回来了，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。哦，对了，沈医生说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会每天来给少夫人做检查。他说少夫人恢复得很好。从楼梯上摔下来啊，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幸亏他年轻，底子好。哎，还是少爷发现的早。沈医生说了，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没那么简单。锦溪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？啊，我问过少夫人了，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脚下一滑，人就摔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？您的意思是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想想，锦溪工作没2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背后啊，应该有人是针对锦溪去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让人去调查一下，看看锦溪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。是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先不要告诉西城，暗中调查就行了啊。明白。锦溪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干嘛呀？我下床啊。不行不行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奶奶说了，这2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必须在床上休息。快躺好。不是，我先下去一趟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躺好。你要想吃什么，想喝什么，你跟我说，我让露露做好了送上来。没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有点事儿，我一定要下去一趟啊。行
行了，你就躺好吧，有什么事我帮你做，好吧？顾新生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你也能替我去吗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，慢点啊。没什么，我自己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既然找人调查我，这个丑八怪死女人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？你能找人调查我，我就不信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也没有去公司。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金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，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怎么无所顾忌呢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注意点啊。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。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。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哼。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，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哼，我都知道，景熙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。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，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，最后，少爷选择了少夫人。哦，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为少夫人在公司没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没有动机，只有这个南宫琉璃。哼，南宫琉璃，胆子也真够大的了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
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，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景熙啊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，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。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啊，肯定要吃亏的。嗯，奶奶最好了。这孩子，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，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锦溪，锦溪，还没回来。哦，方叔，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？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，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少爷。顾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设法地进入了神龙集团，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。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，我就不说了。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儿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她给害死啊？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认我是喜欢西城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熙做什么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哼，你以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？以为我们顾家
拿不出证据来是吧？南宫琉璃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儿就过去了，我没什么事也不想去追究。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？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俩的感情。肯定是贺锦熙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吃醋是好事儿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贺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让我离开他。胡闹，伤风败俗。奶奶，奶奶你别生气啊，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，对不对？顾老夫人，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，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奶奶。南宫琉璃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只要答应我，你离开神龙集团，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儿，我都愿意既往不咎。顾老夫人，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顾老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喜欢西城，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锦溪给你求情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他强。南宫琉璃，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？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贺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南宫琉璃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贺锦熙，你在干什么？西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这里没有误会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。我添什么乱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宫没有关系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还有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顾西城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？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这欺负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走。顾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是他误会了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，回家跟他解释清楚啊。走走走，别气别气，咱们先走。南宫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谢谢顾总。对了，公司那个清洁工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她是我的妻子贺锦熙，她今天来找你，可能是有些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回去我会跟她解释清楚。顾总，今天要不要留下来？顾总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南宫，南宫，你冷静点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我不信，你要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提拔我为你的特助？你要真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像，却对我这么亲切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让你误会了。不过我确实对你没意思，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敢说敢做，我对你亲切也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没其他的意思。西城，是不是
我哪做的不好？要是我哪做的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呀，南宫，你做的很好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可是你们俩并没有感情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他去当清洁工。西城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，南宫，你放手。南宫琉璃，你冷静点。她是我妻子，我们之间有没有感情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请自重。顾西城，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把婚姻当回事儿。我就不信，拆不散你和贺锦熙那个贱人。怎么这么冲动啊？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哎呀，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。哎，西城没有回来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他不是说找你们去了吗？没碰着啊？他呀，找到南宫琉璃家去了，结果他误会了锦溪，以为锦溪啊是去找南宫琉璃麻烦的。这孩子也不问问清楚，就带着那个女人跑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奶奶，您别生气了啊，一会儿等西城回来，我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。你也是的，对待那样一个女人，你还那么心软，给她一次机会，给她什么机会啊？要我说呀，就直接告她，看她还敢使坏。好了，您放心吧，奶奶，如果再有下次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手软了啊。我看您今天累坏了，要不然您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跟西城的事儿呢？没关系的，一会儿呢，等西城回来，我就把南宫琉璃的事儿啊都跟他说清楚。您放心，这一次啊，我一定不会让南宫琉璃再留在他身边了。好不好？好的，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啊，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跟西城解释清楚，啊！你放心吧，啊。好，那我去歇着了。奶奶晚安。哎，好。哎，司徒，你说这些女人是怎么想的？贺锦熙竟然怀疑我跟别的女人有关系，还跑到人家里去欺负人家。人家小嫂子不应该是那种人吧？该不会是你这个负心汉真的看上人家南宫琉璃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这南宫会对我有意思。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下属。下属？人家南宫琉璃长得比小嫂子好看，你真的不动心吗？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看人要看内在。内在？小嫂子内在是什么？一头迅猛的老虎，会咬死你的！算你有良心。喂，苏妍希，东西给顾西城了吗？我还没有啊。还没有？你每天在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给他？贺锦熙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人家往绝路上逼。苏妍希，你当你自己是圣母玛利亚？我问你，妈妈最近怎么样？事情没有办成之前，你别给我提妈妈。这件事也怪我，是我让他误会了，不能全怪他。不是你这一会儿怪他一会儿不怪他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虽然这件事是我让他误会了，但是他也不能过分的去欺负人家，所以，我决定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，暂时不理他。暂时不理他。瞧你那怂样，你不会是怕小嫂子秋后算账吧？
我顾西城会怕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还不回去吗？咱们喝到天亮。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，来，不醉不归。这是在谈的啊。方叔，呀，少夫人早。顾医生是不是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？啊，是，少爷昨天没回来。方叔，那您忙吧。哎。少夫人，司徒少爷来了。呀，司徒少爷早。小嫂子，人家可想你啊，你想。那个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来找顾西城吧，来晚了，他一大早就走了。他一早就走了。嗯。那昨晚上我跟谁喝的酒啊？嫂子，我喝的有点断片儿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顾西城跟我喝了一晚上酒，喝的都吐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你不信是吧？我信了。本来他一夜未归，我担心了一晚上，但你这么说完之后，我踏实了。不是，嫂子，主要是他喝的太多，吐的太厉害了，浑身上下都脏了，让我回来帮他拿几件衣服。露露，你扶他拿水。如果顾西城知道了事情真相，恐怕我就没有机会留在神龙集团了。只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，我才有可能得到顾西城。可是，这要怎么做呢？哎，你回来了，并没有时间，小心谈着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不是，你就得让我跟你解释一下吧。别跟着我。什么？西城和锦溪两个人还没和好呢？是啊，一开始呢是少爷不理少夫人，可后来少夫人也来气了，又不理少爷了。哎呦，现在两个人都把对方看作是空气，都不肯先低头啊。其实这事儿啊，根本就怨不得锦溪。西城跟他斗什么气呀？嗨，少爷还不知道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所以现在还闹着误会呢。他还不知道啊？奶奶，你们两口子还在冷战呢。别提他了，一想到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到别人家里去大闹，我就来气。你误会锦溪了，事情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误会？我可是亲眼看到他动手打人。你听奶奶把话说完行吗？真想不到南宫琉璃这么阴险狠毒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是锦溪不让我告他的，说给他一次机会，结果那个女人却纠缠不清。当时锦溪啊也是气极了。西城啊，锦溪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你不能误解了她。奶奶，是我错了，我错怪他了。锦溪，上次南宫琉璃的事儿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今天我以汤代酒，向你道歉。道歉也抵消不了你夜不归宿的事实。夜不归宿，我顾西城夜不归宿，那不是家常便饭吗？
顾西城，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更生气了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从此不会夜不归宿了。而且以后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再乱发脾气。这样够诚意了吧？这么说的话，倒还差不多。那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吧。那吃饭吧。来，尝尝这块肉。公司的电话，我出去接一下。